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的特产乌珍珠莲雾，目前正在大出。农业部农改场甲屏东县政府每一年拢会举办高品甲高恒管理的评鉴。今年是一位姓罗的青年农民拍破纪录，两个项目的冠军拢去互伊提去。伊所种的莲雾，进前伫咧台北拍卖市场嘛拍出着真悬的价数，1公斤3000块。 规罐乌珍珠莲雾是最乌豆红，外皮真骨香，每一粒拢大大鲜，有够水。切一粒来食看卖，哎呦喂，可以低汤吃。这粒乌珍珠莲雾真厉害，今年摕到农业部农改场和屏东县政府的评鉴，双冠王的好成绩。比较饱满亮泽，然后完全没有瑕疵，包含重量、外观、整个甜度还有口感。 还有一个这个外形包装整个来综合的来评比。这个莲雾拢是由屏东高东青年农民罗小姐种的，不过要种出这么水的果子，到底有什么撇步？用牛奶灌溉跟糖蜜灌溉，这样子的话去发酵1年多，有机质肥，随时做调整啦。摕来甲一般的莲雾比，细水含大细粒，都变佫较像正。进前伫咧台北拍卖市场嘛拍卖出10公斤3000块真悬的价数。 过年要到，某这款莲雾的销量变更加好。因为逢年过节，这刚好是时候要春节，要跟朋友还有亲朋好友分享啊，大家来过一个食好，一天第一个一个好年啊，啦。今晚正是屏东莲雾产季，种类嘛真多款，其他亲像比手掌更加大的芳水莲雾，伊的甜皮有甘蔗糖这么甜。另外这款像特色的白莲雾，口感吃起来脆脆嘛绵，拢是真时件莲雾品种。规日过年要到，嘛互这特色莲雾大受欢迎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